大家好，我九龍豪宅姚展章，今日嚟到太子道麒麟閣介紹一個高層椅室，單位實用面積1070幾尺。嗱，呢度係套三房式，呢度呢廳大房大，客飯廳加埋250尺，而每間房呢至少100尺以上㗎。呢度雖然話四邊俾樓包圍住，冇景觀，不過勝在夠清靜，兼且九龍樓好處咩啊？交通方便咯。嗱，大家睇完片想睇樓，俾電話我九龍豪宅姚展章，電話90259690266666。好啦，唔阻你時間啦，請繼續細心欣賞落去啦。麒麟閣1964年樓，有3座12層高，共96伙。今日要介紹嘅係高層椅室，單位實用面積1075尺，現狀係套三房，有工人套房，附帶一個有蓋車位。單位門口向南，入門口就係正方形嘅客飯廳啦。正方形嘅廳點擺位好呢？如果有意見留言話我知啊。呢度窗口向東，主要望樓景。客飯廳16尺乘16尺，面積約250尺。經過走廊，我哋先睇主人房。主人房窗口同樣向東，長方形嘅房間面積約205尺，旁邊有入牆衣櫃。主人套廁裝修雖然簡陋，但地方相當闊落。走廊對面係浴室，面積比例相當之大。旁邊係大睡房，房間窗口向西望麗德街，房間面積約135尺。第三間睡房亦係最細嘅睡房，房間窗口同樣向西，呢間房面積約100尺。飯廳旁邊係廚房，廚房隔籬係工人房，工人房都唔細噃，改做書房都可以㗎，呢間仲係套房添。至於廚房係原裝嘅，面積唔算大，有套曲尺型嘅櫥櫃。